记得你的脑子就是要想你的声音要推到后面去，不要退气。智慧是一下麦克风，智慧是一下麦克风哦。它是在后面，在后面。正红，你们应该站在后面。正红就是一下你的麦克风。喂，听到吗？可以讲句话。另一下最高。是。
试一下声音，声音，喂喂喂，可以吗 ？OK， 好，谢谢。
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利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弟兄姐妹，我们先来做一个预备祷告。天父上帝，万有的主，我仰望你，追随你。今天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能在这新冠疫情上肆虐全世界的时刻，能在这里敬拜，服事，是多么的有恩典。我们存着感谢赞美的心，求主继续保守我们的平安，看顾我们周遭的环境，在主怀里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享受主恩的美味。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诗歌敬拜，拥戴我主为王。在新灵羊诗选38首。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同以属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
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是起因文，今天的起因文在诗篇66篇8到20节，诗篇66篇8到20节，在旧约593页。等一下由我来请弟兄姐妹来印。诗篇66篇8至20节。万民啊，你们当称颂我们的上帝，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上帝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人坐车高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都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写的。凡敬畏上帝的人，你们多来听，我要诉说他为我所行的事。我若心里自重罪孽，主必不听。20节，我们一起来。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接下来是公祷。亲爱的上帝，在此我们荣光堂的弟兄姐妹欢欢喜喜出来再次重新聚会的时刻，我们有许多事向你祈求，愿弟兄姐妹们生活顺遂、平安、丰盛，身心灵健康，有阻碍，更加的联系与团聚，在主里合一，同心侍奉。愿主的道在荣光堂及整个卫理公会更加的兴盛，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牧师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愿台湾面临新冠疫情，人民及土地一切平安，经济复苏，生活恢复活力。在此，我们为这个世界祈祷。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因疫情影响着他们的生活、经济，甚至国家与国家间的冲突。随着疫情逐步升高，尤其中美台三方政治、外交、军事冲突节节升高。亲爱的上帝，我们知道地上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你的，求主赐智慧给主政的领导者，帮助他们在新型冠状病毒传播之际，做出正确的决定，以爱人如己为中心，以和平互相连结，同心协力对抗疫情病毒，建立和平有爱的世界。以上愿望与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接着我们用主祷文来完成这段祷告，请。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之时，就是给我们，给我们的债，如同我们给我们的债，不叫我们遇见的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力、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正道理，今课我们请蔡家庆弟兄为我们来攻读。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课都在圣经新约的圣经，然后第一处是在使徒行传17章，22到31节，在新约圣经150页。使徒行传17章22到31节，新约圣经是150页。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
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他自己将到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上帝所生的，就不当以为上帝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愚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必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着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第二处是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3章13到22节，在新约圣经的258到259页。彼得前书3章13到22节，新约圣经258到259页。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害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上帝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按着肉体说，他是被治死的；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上帝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上帝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了天堂，在上帝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着他。以上是今天这本周的经课。我们谢谢蔡弟兄为我们攻读上天话语。接下来读经，经文在马太福音12章46到50节。马太福音12章46到50节，在新约15页。由我来攻读这段经文。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又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以上是上课话语。献诗，我们请诗班。
正道让爱无距离。我们请蔡伟文蔡牧师。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主日早上跟大家一起来敬拜。刚刚我们诗班在唱诗的时候，我有观察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很陶醉、很享受。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也跟着我们一起的诗班一起来唱诗敬拜，这是很美好的。让敬拜不是只有诗班在前面唱，而是我们弟兄姐妹跟大家，我们能够一起同声的应和在这个地方。也许歌词或是歌曲你不一定是很会的，但是当你跟我们的诗班一起敬拜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投入在这当中，你也跟众天使、众天军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主日崇拜的当中能够享受这样美好的音乐。特别我们要感谢上帝给我们的这些的国家的政府官员还有行政首长，他们有这样的智慧聪明，让我们的国家能够免于在这样的疫情当中的一些的危害。感谢上帝让我们的国家能够最近一直挂零能够有很多的加零。当然我们要感谢上帝，但是我们要谨慎跟警醒，因为在我们台湾岛以外的地方还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还是要按照我们的防疫的这样的做法来做我们的位置让我们能够保持在一个安全的距离当中。虽然位置上有点距离，但是我们的心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不用担心虽然你可能跟弟兄姐妹有点距离，但是我们是一起在主里敬拜的，所以不用担心说好像有点距离，但是我们是一起来赞美神的。好，那先做一个工商服务就是如果上个礼拜还没有领到我们的这个教会的母亲节礼物，就是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肥皂。那如果你还没有领到这个礼物的话，那请你在聚会结束完之后，要记得跟干事来索取因为这是教会一点小小的心意。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做很大的一个礼物或活动，但是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礼物，然后让大家能够在母亲节的当中也享受这样的一个温暖。我们当中的妈妈都是最辛苦的第一线在照顾我们的孩子们，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来纪念我们当中的母亲们。那开始前一样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笑话而已不要太介意，也不要太觉得它是事实，不要因为这样回去跟你的孩子问问题好，有一个叫小华的，然后因为各位知道小朋友总是会希望多跟妈妈要一点零用钱来当做跟妈妈多要一点钱来当自己的零用钱，因为总是希望自己可以用的多一点。所以后来他就趁着这个小华就趁着班会要缴班费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妈妈讲，他说：“妈妈，明天我要缴班费，我要缴1000块钱。”其实班费只有多少？只有500块。他想说，我跟妈妈报一下，说要缴1000块。你知道，妈妈通常是不会拒绝孩子的，应该妈妈就会给我1000块钱。结果后来这个妈妈就很生气，她说：“我不相信你，我去对面问一下小明，看看他到底明天班费是交多少钱。”你知道，孩子如果发现自己的谎话被啪康的时候，都会觉得哇，糟糕了，万一妈妈知道怎么办呢？所以他心里面很忐忑，他说：“我到底要不要跟妈妈讲实话？”结果后来妈妈从小明家回来的时候，就拎着小华的耳朵说：“我就告诉你，上课一定要认真听。人家小明说明天班费是1500块，你怎么只有缴1000块呢？听得懂意思吗？为什么？因为小明也是骗他的妈妈但是真的不要回去问你的孩子说明天班费缴多少钱免得你的孩子心里受伤。他可能真的是要缴那么多钱但是我们希望互相能够有这样的信任机制，这个是比较好的。上帝祝福我们。当然这个只是一个笑话，但是希望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可以了解，其实有时候要让人家可以讲实话，必须要在安全的环境当中所以如果你希望知道孩子去哪里，那么你要给他有安全的环境可以来说话的。好，那一样在我们宣告圣经祷告前，我要先讲一段圣经，因为刚刚我们在就是在做起印文的时候，诗篇66篇的18节，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的话，请你们来翻开来。这一句经文相当的重要，为什么？因为可能很多人不晓得说，《论语》也有这句话我们来念一下，可能你们会很惊讶诗篇66篇的18节。
翻到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诗篇66篇18节，我们一起念这节圣经，一起念来。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各位为什么会说《论语》也有这句话？各位如果回去查《论语》的时候，会知道《论语》孔子曾经讲过一句话，叫做“获罪于天，无所祷矣”。就是当我得罪上天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祷告的。跟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圣经是一样的东西。他说：“我心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各位知道大卫的时期跟孔子至少又再隔了500年的时间，所以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孔子所要追求的那个道，其实早就已经在圣经的里面。所以我们很尊崇这个孔子可能是华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楷模跟榜样，他是一个寻道的人。但是我们可能不晓得说，原来道就在圣经的里面。上帝透过圣经，透过他所留下来他的话语，让很多人能够明白认识他的道。愿上帝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做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期待我们做礼拜的时候能够带自己的圣经来，因为带自己圣经来的时候，你可以在上面做一些标注或是标记，你可以晓得说，原来这个经文是从哪边出来的。所以因为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座位上用的都是公用圣经，公用圣经是给今天忘记带圣经来的，或是新朋友来的时候，他没有圣经可以阅读，那他就可以透过我们有公用的圣经可以使用。当我们可以带自己圣经来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说，原来上帝的话这么宝贝。当我时常带着它的时候，我就能够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得到力量跟帮助。当然，现在因为这个我们的科技比较发达，所以3C 产品多，很多人用手机也可以查圣经。但是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透过翻圣经、查圣经，也让我们能够勤快的能够来读上帝的话，不是只有会查得很快，会读得很多，并且让我们能够去把它行出来。好，那这个是我最近在网络上面找到一个很好的东西，因为我希望5月份成为我们的一个叫做家庭月哈。各位知道，我们一年当中有2个节日跟家庭很有关系，一个是母亲节，一个是父亲节，对不对？母亲节在5月的时候，然后父亲节是在8月的时候，所以我们期待5月跟8月，我们的内容跟讲题都比较着重在家庭的生活跟家庭的教育，或是家庭有关家庭怎么样来这样的彼此的相处，或是比较把一些重点放在家庭的事工上面。家庭是一个重要的事工，因为家庭里面如果能够得着牧养，牧养家庭就能够牧养到教会，牧养教会也同时是在牧养家庭。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在家庭的当中能够得到牧养，那么教会就会健全跟茁壮。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年龄层都有，有老年人，有中年人，有年轻的，有小朋友。所以如果教会里面每一个年龄层都能够被兼顾到，我们就好像一个大的家庭一样。所以牧养家庭就是牧养教会，牧养教会也是在牧养家庭。那这是一个上面写说是高情商的父母的说话的艺术了哈。当然我看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有些话我可能恐怕都没有办法像这样来说，但是给我们一点勉励了。他说，把不行改成你觉得呢？他说把快一点改成还要多久？不准哭改成哭完再说，不要吵改成控制一下，还有怕什么改成我在这里。这有什么难的？没有人一次是就会的。你有没有在听？改成我相信你听得到。输了也不要生气，改成我知道你的感受。还有能不能乖一点？改成是我相信你会改变。当然，每次在念这些东西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师母自己也是学咨商的，所以有时候她也会教我说，有时候讲话可以稍微转一下，柔和一点。可是你知道，有时候一生气起来的时候，理智线断了的时候，你要讲出这些柔和跟温和的话，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常被提醒，以至于我们尽量往这个方面
来进步、来改进。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让我们在谈话跟说话的时候是柔和的，是让人感受是好的。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一个事情，当然也给我自己提醒，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说讲话直跟没有礼貌是同等的。各位能够听懂我讲的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误会以为说叫做说话很直跟没有礼貌是同等号的，其实那并不是同等的东西。你可以讲话很直，但是不表示你是一个没有礼貌的人。所以很多人误解说，哦，我讲话我很直，我很直接的讲话，我讲话是很直接的，我是很拖地的，我是很讲话是没有掩饰、没有修饰的。我们可以讲话很直接，但是并不是代表讲话可以没有礼貌。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有礼貌的说话，但是很直接的能够学习做表达。所以父母亲是孩子们脾气模仿的对象，话对了，孩子的情绪就会对了。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的这个情绪的一些的教导，让我们说话行事能够成为孩子们的榜样。有时候我们觉得现在的孩子越来越难教，其实我们可能忘记说，我们自己搞不好很多时候我们的脾气、讲话的模式，也是孩子们复制的一个对象跟方向。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到一些的提醒。所以有一本书现在有一本书叫做忠实的父母，也许有人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得到这本书。它里面有一段话这样说：按着圣经来教养你的儿女。他说怎么样教？他说相对于他的抱怨的语气，你要示范他温和的声音；相对于他的叹气和厌恶，你要请他以尊重来看着你，给他示范有礼貌的说话，代替粗暴的言语。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用温和的话来示范给孩子们看，让他们学习在这样的情境当中，你可以怎么说话。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这个世代的关系，我们这个世代因为变迁太快，所以有时候老一辈的人讲话跟我们现在人讲话又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我记得以前我在小的时候，大概5岁的时候开刀动手术的时候，曾经我的父亲回到家里面来，他第一个质问的，他并不是表达他的关心，他不是表达他的爱心跟耐心，他骂我的母亲说：“孩子你是怎么照顾的？照顾成这种样子。”那当然，如果假设我们当中有心理师或者是有咨商师，可能你会用一种比较叫做翻译的方法，把这句话翻成说其实他在表达他的关心，他在表达他的担心。但是事实上，各位知道，听到这种话的时候，听的人都是会不舒服的，甚至不但是我的母亲不舒服，包括我自己也不舒服，好像我生病是一个不讨父母亲喜欢的，或者是说我的父母亲是很厌恶我的生病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你会想见一个事情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表达会让人感受到更加的受伤，特别在家庭的当中。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家庭里面学习。有时候我们说家是避风港，但是有时候家庭反而成为更受伤的地方。求上帝给我们有智慧，知道怎么样来做分享好，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地方，我们之前都在讲旧约的内容的部分。那今天突然间换到新约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要特别把一件事情说明清楚，免得让大家误会说好像耶稣也是常常讲话没有礼貌的。如果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的话，各位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耶稣常常讲话好像不太有礼貌，包括他称呼他的妈妈叫做妇人，那个妇人，或者是叫做在这个段经文里面提到的，他说我的弟兄姐妹母亲是这些，叫做他的门徒，指着他的门徒说这是我的弟兄姐妹跟母亲，而他的母亲跟弟兄姐妹都在门外的地方。很多人可能会误会跟误解说耶稣讲话是很没有礼貌的。我们要回到圣经的原貌里面来看，耶稣到底在这段话里面在讲些什么。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每一件事情，不是因为这个上面写的东西是这样，好像我们就觉得用我们的常理判断是这个样式的。我们先要理解一个事情是，耶稣在服事的时候，他在各个地方都在服事，在侍奉。各位知道，服事跟侍奉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很多人都以为说牧师你是站在台上讲话而已，某某人他只是负责某一个事工，某某人他只是负责某一样工作，教主日学而已，好像没有什么。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一天都是24小时，
没有任何一个人时间比对方多，或是比别人多。但是这些人，他们愿意奉献他们的时间、精神、体力、智慧，愿意奉献在这个地方，我们都要为这样来感谢跟感恩。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一个美国的妈妈，她在开学的时候，开学的那个时间，然后她就在这个卖场里面推着车，然后推车的时候，因为她买很多的文具，因为老师交代学生开学之后要买很多的东西，她就推着车，然后边走的时候，她自己边拍那个 YouTube， 她就写说，她说我很感谢这个暑假之后可以开学的时间，因为我终于可以把我的孩子送出去。他说，因为暑假的时候我必须要照顾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每一天都跟我在一起。他说我实在是已经快要被逼疯了，但是我很感谢当开学之后有人愿意帮我照顾我的孩子8个小时的时间，让他在学校的里面。所以老师要用什么样的东西，老师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一定尽力的配合。他说因为他们正在照顾我的孩子。所以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并不是所有的人的服事都是应该的，或是说所有人的服事都是好像他特别应该要这样，他是这个身份跟角色，他就应该要这样做。我们需要看到一个事情是，在教会里面，服事服务才是权柄的来源。当我们有弟兄姐妹愿意为我们服事跟服务的时候，才能够让我们可以安心的在这里敬拜跟崇拜。我们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如果今天打扫的这些人，他们如果没有打扫的时候，我们的座位充满很多的垃圾或是脏乱的时候，我们心里一定会觉得很不舒服。为什么教会会变得这么脏乱？为什么没有整理？所以能够有人愿意帮我们打扫整理，我们需要为这样来感谢上帝。能够有人帮我们处理很多的事务跟事工，我们要为这样来感谢上帝。能够有主日学老师来帮我们教我们的孩子，让我们可以在做礼拜的时候可以很平安，可以很安定，我们要为这样感谢上帝。所以服侍的人并不是他时间比我们多，或是他时间比我们能够有那个更宽裕的时间，而是他愿意把自己这样的奉献上来。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耶稣在服侍的时候，他并不是很闲的，所以当然有时候可能没有办法顾虑到或是顾及到家人的需要。所以耶稣他说要收的庄稼很多，做工的人很少，所以耶稣说要打发这个主人去差遣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可以想见，需要的人很多，但是事实上能够服侍、能够做的人是很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做着指挥人是容易的，但是我们能够要实际上真的自己要动手去做一些服事跟侍奉是比较困难的。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事情，就是2009年我跟我们的卫理公会的一些牧师们到韩国的教会去做一些观摩。我们很多人喜欢去韩国教会去访韩盛会，去观摩人家别的教会的一些场景。各位知道，其实人都是这样，都会看到别人，都不会看到自己。你知道我们这些牧师们去韩国的教会看人家的这个聚会的情况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心里都会有一个赞叹，叫做什么？看啊，人家的会友。然后各位知道，如果是会友们去看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什么？看啊，人家的牧师。听得懂意思吗？我讲这个话意思是什么？哇，人家的牧师勤探访，然后这个办公室里面都是干干净净的，然后带聚会，一天从早上5点钟晨祷到晚上11点钟才离开。哇，这个牧师太超值了！你看人家看到的东西是这个，可是你知道我们这些牧师们看到的是什么？你注意到人家的会友没有？你看5点钟就来参加晨祷，然后一直聚会到晚上11点钟才肯离开。然后你看教会里面的所有服事都是弟兄姐妹扛起来的，没有丢给牧师的。哇，你看那时候我们都用这种眼光去看别人，我们常常帮别人在注意别人在做些什么，而不是去注意到我自己应该要做些什么。所以我常常说，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要求别人，而我们自己不愿意去做。在那时候，我观察到韩国的教会，至少在那个教会，让我看到一个很美的景况是，那时候我们是2月天下雪的时候，下雪的天气，没有人要出去外面指挥交通，特别外面下雪的时候，车子要进来到车库，要到那个停车场，很累的，寒冷的天气，然后你还要指挥交通。当我在那边看到
有一个人站在车场那边指挥交通的时候，那个人是穿着大衣，戴着白手套，站在车场那边指挥交通。然后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教会的长老，可能是长老的头啦，可能是那个长老的那个领袖，站在下雪天，站在那边指挥交通。你知道那时候我心里面觉得，哇，这个在台湾很难看到这种场景。各位知道在台湾通常都是什么样的场景，知道吗？容许我用台语来做一点话，然后翻译一下哈。如果以我们台湾话来讲，就是在台湾的话，下雨天出去外面指挥交通，那个叫做什么？向卡衰向者，听得懂意思吗？谁比较倒霉就谁去做了啊！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事情是，我们的差距很大。为什么？因为在韩国的教会里面是那个教会，我指的是那个教会，但不是说所有韩国教会都是这样。那个教会里面去指挥交通，去在车场里面下雪天指挥交通是教会的长老，但是在台湾有可能就是那个叫做不起眼的小弟兄，那个谁谁谁去指挥一下，搞不好你还叫不出名字来的。所以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在教会里面，为大的要做最小的，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我们一直常常在重复这样的话，但是我们是不是有看到，我能够在教会里，我可以做些什么？我们指挥别人做事很容易，但是我们自己要投入是很困难的。所以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很多，但是做工的人很少。我们看到有很多需要，但是投入的人其实是不多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甚至包括有人会服侍到一个状况，我刚刚讲的是极端的哈。另外一种极端是什么？另外一种极端就是常常会把一句话挂在嘴巴，就是我服侍上帝的家，上帝就会服侍我的家；我照顾上帝的家，上帝就会照顾我的家。所以把服侍上帝当作是他的首要第一位。当然这是很好的，我们很敬佩跟很佩服这样的同工，把教会当成自己的家。但是另外一个你可以想见的事情是，如果你没有把自己的家照顾好，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人若不照管自己的家，焉能照管上帝的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在这两个极端的里面。一个是极端的，就是只是指挥别人去做，自己一根手指头也不动的；另外一个是太过投入而没有去照顾到自己家庭的需要。这两个都是在教会当中的一个很大的极端，而耶稣并不是这样的。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里面，很多人会误解说，耶稣所讲的话是不是耶稣是一个很没有礼貌的人？耶稣只有看重服事，没有看重他的家庭，并不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46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今天的经文46节，我们一起念来。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的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各位知道，耶稣忙到一个情况是，连他的妈妈、他的兄弟要跟他说话的时候，还要挂号，听得懂意思吗？要站在门外还要挂号。我在台北卫理堂的时候，我们家师母有次也是很好玩，她说，因为要照顾这个我们的弟兄姐妹很多，所以那时候，知道其实那个时候牧师的牧养品质很不好。为什么？因为通常在人多的教会里面，牧师常常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有什么问题赶快讲，给你10分钟，祷告完，然后就赶快叫你离开了，然后下一个人就会再来。所以你会想见一个事情是，在人多的教会里面，其实牧师的牧养品质并不好的。所以你能够跟牧师讲上10分钟的话，都已经算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们家师母就说，我看我要来找你的时候，恐怕要跟你挂号一下，我才能够进到这个办公室里面来跟你讲话。所以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很多时候忙到一个品质没有很好的时候，连自己的家人恐怕都没有时间来跟我们有一些说话或谈话的。所以耶稣那时候在服事的当中，有很多时候变成是没有办法去顾虑到跟照顾到他的家庭。所以我们需要常常为服事的人更多祷告。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说，这个人他服事好像是应该的，或是他好像需要这个，因为他有这个身份，他领这个钱，所以他应该要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以前在嘉义服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教会里面也有干事。那我的干事他也很辛苦，他也是跟我们的教会干事一样，都要服事很多的工作。那他的女儿都会在礼拜6、礼拜天的时候回到家。
然后他有一次跟我讲，他说：“牧师，我可不可以礼拜天的下午？因为这时候只有这个时间是我可以陪伴我的女儿的时间。我希望礼拜天的下午，让我可以有家庭日的时间，让我可以陪伴我的女儿。”我说：“很好，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么礼拜天的下午你就不用服侍了，你就直接就回家，就跟你的孩子一起有这样的相处。那当然，因为也是在他的时间跟假期的里面。但是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就认为说，下午还有一个叫做小组聚会的时间，这个更是应该要留下来，应该要在的。我跟这些弟兄姐妹讲说，没关系，牧师来关门来收这些东西没有问题的。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干事他就应该要来做这些的事情。当然，他在他的时间点应该要做这些事，没有错。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是，他也需要有他的家庭的生活跟他的家庭的时间。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爱心去包容别人，需要有家庭日的这样的时刻跟时间。所以刚刚提到了，如果我们没有照管自己的家，怎么样能够照管上帝的教会？所以服侍上帝的工人要更多的祷告跟支持。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忽略家庭跟家人的需要，所以我们需要常常为一些服侍的同工祷告，常常为你的执事祷告，为你的小组长祷告，为你的主日学老师祷告，为服侍你的这些的同工祷告，让他们在服侍的当中，他们也能够顾虑得到跟顾念到他们家人的需要。所以服侍上帝的同工需要更多的祷告跟支持的。然而耶稣在这段时间里面看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他并没有马上把他的妈妈还有兄弟招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很吊诡的地方，49节这里，我们来念一下这节圣经哈，我们一起念来。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耶稣伸手指着这些他身边的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大家会认为说，哇，这个耶稣是怎么样？他是不顾亲情吗？为什么他居然只有说这一群人才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各位如果有机会读到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在周间礼拜的时候，在受难周曾经分享过耶稣的十架七言哈。各位如果有机会来看到约翰福音19章26到27节的时候，我们来念一下这一段的圣经哈。这个我相信给大家很好的帮助。这是十架七言中的一句话，我们来念一下约翰福音19章26到27节，我们一起念来。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耶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办法来照顾他的妈妈，没有办法照顾他的家庭，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会告诉他的门徒说：“看你的母亲。”然后对他的妈妈说：“看你的儿子。”耶稣把他的母亲交托给他的门徒，然后让他的门徒也来成为他的母亲的儿子。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耶稣不是放手不管说：“我死了算了，我不要顾我的家庭。”并没有，他做一件事情是，虽然他要面对十字架的死亡，但是他为他的家人做最好的安排。他让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人，耶稣的妈妈跟约翰两个人，能够成为在属灵上面的母亲跟孩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些长辈，可能跟我们父母亲的年纪是一样的，你能不能够看他们就好像是自己的妈妈、爸爸妈妈一样？有些孩子是跟我们的孩子辈是一样的，你能不能够看他们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有些是像我们的兄弟姐妹一样的年纪的，能不能够把他们看成像自己的兄弟姐妹，真的兄弟姐妹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真的完全照顾到我们的家人，但是我们期待教会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有一些人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耶稣上十字架，他没有办法再照顾他的妈妈；耶稣上十字架，他没有办法再顾虑到他的家庭，但是他交托给他的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他对他的门徒说：“看你的母亲。”对他的母亲说：“看你的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把它换成现在我们的场景里面的话，各位知道，有的家庭，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的家庭是很苦的，
有的孩子可能不在了，那么这些孩子不在的老人家，我们能不能够像他们的孩子一样，能够照顾到他们？有些人他们没有孩子，但是我们能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去尊重跟尊敬这些跟爸爸妈妈年纪一样的人，让他们也学习去服侍这些像爸爸妈妈年纪一样的这些人，让他们对人是有礼貌的，对这些长辈们是有礼貌的，而不是好像觉得说这个是别人家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讲爱，但是我们的爱的实践是很少的。我们可能嘴巴里面说我们彼此是弟兄姐妹，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像弟兄姐妹一样的彼此的相爱？这是我们需要去了解跟知道的。很多时候我们只挂在嘴巴里面，所以使徒约翰这样说，他说我们彼此相爱，不要只在言语跟舌头上，要在行为跟诚实上。耶稣把世人当作自己的家人，所以耶稣来，他说他并不是要来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耶稣来是不是要吸引人的崇拜，而是要为罪人来死的？耶稣来，他并不是要一大堆的粉丝，耶稣来是要那群跟随他的、背起十字架跟随他的门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一定人多，或是人很庞大、很大群的一群人，就表示这一群人当中有彼此相爱的心。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团体能够像教会一样，在教会的里面，即使你今天是高官贵族，或是你今天是贩夫走卒，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成为一体，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成为彼此的弟兄姐妹。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可以让你看到，在这里我们是没有身份地位的差别的。今天也许你是公司的董事长，但是在这里我们也是叫做弟兄姐妹。今天也许你是摆地摊的，但是在这里我们也是弟兄姐妹。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比谁高，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比谁大的。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一样的。上帝帮助我们。诚然，很多事情我们在外面不一定可以看到那样的一个平等。当然，我们会有身份、角色、地位的不一样。有的人的贡献或是身份、角色、地位比较高，有的人他可能只是一个在贩卖东西的一个小贩。但是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宝贝，都是上帝的孩子。我曾经听过一个新闻是这样，有一个在宜兰那边有一个在摆地摊的卖水果的一个老阿嬷，还好他因为闪过了一个车祸，然后他一直拍着胸脯说：“我是天公的囝。”他说：“我是天公的孩子，所以天公保佑了我。”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这个卖地摊的人，他还认为说他自己是一个天公的孩子，他的天公保佑了他。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如果以台湾话讲，咱都是天公的囝，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我们都是蒙上帝保守的。上帝帮助我们。耶稣把世人当自己的家人，他并没有去区分说，这个人身份地位比较高，这个人身份地位比较低，所以我只亲近某一些人，我不接受哪一些人，并没有。耶稣来是招取一群愿意背起十字架的门徒。好，所以我们来看50节的地方，耶稣讲了这一段话是最关键的。我们来看一下50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来：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耶稣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那其实最妙的地方就在这里。那遵行天父旨意是什么样的意思？这些人为什么会称为是耶稣的弟兄姐妹跟母亲？好，我们来看一下，在罗马书的8章16节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经文，我们一起念来：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刚刚提到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天公的囝，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既然我们同为上帝的儿女，彼此之间我们就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同有一位天父，那位天父使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可以成为在属灵上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不是因为血缘，而是因为属灵的关系。好，所以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与耶稣就是一家人。
那什么是天父的旨意呢？我们来看一下哪些东西叫做天父的旨意啊。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天父的旨意指的是上帝的话。当然，这个我们比较清楚的。我们来念一下诗篇40篇第8节。我们来念一下这节圣经，我们一起念来：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段话他说：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的心里。过去律法是刻在石板上面的，过去律法是刻在十诫法版上面的，但是在新约的里面，耶利米书就提到说，上帝要跟我们立的新约是把律法写在哪里？写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诗篇40篇的第8节就说：你的律法在我的心里。所以上帝的话在我们心里的时候，能够遵行上帝的话，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好，我们来看申命记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念来。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好，所以上帝透过他的话，让我们能够知道遵行他的话，就能够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能够亨通。当我们谨守跟遵行上帝话语的时候，所以上帝的旨意就是他的话语。当我们能够照着上帝的话去行的时候，就能够一切的亨通。所以人如果要认识上帝的话，要怎么样来认识？我们必须要给上帝时间。所以当我们在忙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有时候给自己有点安静的时刻。我记得我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我们有个老师，他在上课前，他进到课室里面来，他会先要求我们当中的同学，他说：请大家先安静1分钟。1分钟的时间也许很快，1分钟也许只有60秒的时间，但是各位，有时候有的人连1分钟都安静不下来。所以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当你要安静的时候，你要能够给神时间，要来读上帝的话，其实并不太容易的。你要能够安静到上帝面前来，把他的话吃进到你的心里。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一个事情是，当你要了解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们需要给上帝有时间，让他对我们说话。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 John Stott， 这个人他说，单单拥有圣经是不够的，单单熟读圣经是不够的，单单钻研圣经也是不够的，圣经是要拿来遵从的。所以圣经不是只有拿来研究，哇，我念了很多的圣经，我有这个很多的圣经知识背景，这些东西不够的。圣经是拿来遵行的，而不是只是拿来放在知识上面。我们比别人多一些知识，多一些知道圣经里面讲什么，不是只有这样，而是圣经是拿来遵从的，不是只是拿来研究的。第二个，我们来看这里就比较稍微有点不太一样了啊。天父的旨意指的是什么？上帝的工啊，千万不要觉得说，牧师刚刚讲那些，好像我们不要去做上帝的工，不是啊。天父的旨意反而是上帝的工，但是上帝的工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4章34节，我们来念一下这节圣经，一起念来。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耶稣说我的食物是什么？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来做成他的工。所以这里有2个平行句，就是什么？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也是做上帝的工。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做上帝的工？就是行那个差我来者的旨意。所以耶稣并没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传道人，要成为牧师，要成为全职的服侍者，但是耶稣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他的门徒。所以不是你说，我们这个，我没有时间当全职传道人。我们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全职传道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都是基督徒。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上帝不是呼召你成为全职的传道人，但是上帝呼召你成为基督徒，你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就应当遵照上帝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不是因为你有这个身份，而是我们的生命就应当是这样的。好，我们看下一页。所以侍奉不是因为教会需要你的帮助，不是因为你的恩赐才干很多，不是因为你信主很多年，不是因为你要当一个好基督徒，也不是因为牧师鼓励你，而是你对上帝的感恩。如果你领受上帝的恩的话，那么透过你的服事跟侍奉来回应你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服事，不是因为教会需要我们，而是上帝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
祝福更多的人，透过我们，让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蒙福，可以透过我们卑微的小小的服事，能够让上帝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服事跟侍奉不是谈条件的，不是我服事上帝越多，上帝祝福我越多，并不是这样，而是我们对上帝表达对他的感恩，感谢上帝让我们这样卑微的人还能够这样的服事他。所以史普罗这个人他说，每一个要成为基督的门徒的人都要学习基督的教导。那基督的教导就是什么？就是要去做跟遵行上帝的话。好，第三个，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部分了。天父的旨意是什么？是呼召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我们卫理公会我们的神学观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基督徒应当过圣洁的生活，基督徒应该追求完全的。所以天父的旨意是要我们来过圣洁的生活，要我们能够活在圣洁的里面。那当然圣洁的定义很难去，很多人会很难去想到底它的定义是什么，怎么样叫做过圣洁的生活。好，我们来看一下，先来了解一下，在圣经里面有几个很明显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个地方他所提到的，说第5章16到18节，我们来念一下这节圣经，一起念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上帝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好，所以如果你不是很清楚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至少有这段话给我们提醒。他说，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上帝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意思就是，不管任何一件事情，都用喜乐，都用祷告，都用感恩来面对，你就会看到上帝的旨意都在这个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上帝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不是哪一个特定的，而是我们每一件事情都能够用喜乐、祷告跟感恩来面对它。当然有一个东西是很确定的，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3到4节，我们来念一下这节圣经，一起念来。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要做这样的事情是特别的困难。我们现在媒体很多，所以你一上网的时候，不小心崩一下，就可能会有一些清凉的图片就会上来了。不小心你可能会在电视当中，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一些引诱的一些的诱惑的东西会在你的电视上、媒体上面。那么上帝的旨意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我们守着自己的身体，这个对我们这个世代来说是一个不太容易做得到的事情。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代里面，因为我们跟别人不一样，人就看到我们里面有耶稣的生命。当我们里面有耶稣生命的时候，人就看到我们里面，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那样的一个亲密。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选择爱自己跟爱他人当中，能够做对的选择，好让世界来看到上帝才是爱，不是世上的这些的价值观，或者是世上的这些的东西，引诱的东西，让我们觉得好像这个才是好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在爱自己跟他人当中，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去做选择。所以我常常讲说，什么叫做圣洁？圣洁就是爱上帝、爱人。爱上帝就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我就不要这样去做。爱人就是当人所不喜悦的，这个会造成对人的伤害的，或是人所不喜欢的事情，我就不要这样去对待他。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照着上帝的旨意，能够成为圣洁，走在上帝圣洁的路上。最后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马太福音5章9节的地方，耶稣的8福里面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一个和平的人，在教会里面的话，那么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彼此之间就必须要彼此以恩慈来相待。很多时候师母常常会提醒我，她说，你对外人很尊重很客气，你应该对自己的家人也应该是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对我们工作职场上的朋友或是邻居很客气，但是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家人，或是我们熟悉的会友，或是我们熟悉的弟兄姐妹，我们反而有时候不太客气的。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是家人，不是敌人。求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包容，让我们能够接纳家人，而不是好像看那个跟我不一样的想法的人，成为好像是敌人一样。所以教会不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群朋友，而是上帝给我们拣选的一些我们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只是觉得，我只要一群朋友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就好。教会里面每一种人都有，所以也许有一些人跟你身份地位是不一样的，也许有人想法观念跟你是不一样的，但是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实作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在网络上看到讲道或是听讲道就够了，在网络上或是在电视上看到的东西，唯一的缺憾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实作这样的一个彼此的相爱。所以感谢上帝，让我们最近状况能够比较平息，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回到教会里面来。回来不是代表说，我们就只是来做礼拜而已，回来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透过实际上的崇拜、实际上的接触，让我们能够实际上的彼此相爱。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实体上，我们能够来领受上帝的话，我们也在实际上来能够实行跟遵行上帝的话。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做选择的时候，能够做你要我们做的选择。在这世上有很多的事情，跟我们的价值观，跟我们在信仰上的价值观是冲突的，而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对的选择，以至于我们能够称为是你的儿女。谢谢你，你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成为你的儿女，都是成为使人和睦的人。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的传讲。让爱无距离最好的方式就是以下我们要背诵的金句。总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福音12章50节。那再来一遍。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马太福音12章50节。接下来是回应诗歌，真神羔羊，新力量诗选248首。
下来我们来奉献祷告，请书献的同工到台前来。万有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上些许的金钱，作为荣光堂的事工使用，愿主悦纳。祷告奉我主耶稣圣名祈求。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介绍新朋友黄淑珍姐妹，请。欢迎，我们欢迎你，谢谢。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唱诗，我们成为家人。等一下，大家拱手不握手。
接下来报告首先教会消息在周报第3页。今天教会消息总共有10项。第一点是，今天是复活节第6主日，欢迎参加聚会及线上的亲朋友，愿上帝赐福你们。为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主日爱宴暂停。第二点就是崇拜后11点20分到12点，在201教室召开小组长及关怀同工训练课程，请大家准时参加。第3点是5月10号起，教会就开始恢复实体聚会，照原时段举行，台语堂就8点半到9点半，华语堂一样10点到11点20。如果无法参加聚会的兄姐，可以在家线上看直播。第4点，总会将用视讯会议方式，于5月22号在本教会举办联谊会南区集会，请为总会、教会连结及各项福音事工推动关心祷告。第5点，5月24号卫理公会主日教案讲台，我们本堂由徐志强牧师前来主讲台语及国语堂2堂。我们蔡牧师将到安平卫理堂讲道，请为牧者往返平安来关心祷告。第6点，5月份的执事会议，还有4月份的收支表，已经张贴在公布栏，请大家前往关心。第7，每周四晚上7点钟查经祷告会。这个礼拜要查经的内容是希伯来书第10章32到39节，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第8点，5月8号起，每周五早上9点还要到12点，我会请林志坚牧师入驻本堂，协助教会心理协谈事工。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请洽办公室。第9点，请支持教会网络直播事工及改变新的牧养方式来祷告。第10点，为弟兄姐妹工作稳定、身体健康、不受疫情影响来祷告。第2项是我们荣光堂信仰祷告1项，总共有5项，请弟兄姐妹为此来祷告。接下来是肢体消息，我们为李孝义6位警察考试来代祷，也为身体不适的赖瑞美母亲、左脸蜂窝组织炎的复原，张庆芳身体不适，苏美燕右手大拇指骨折，王清良身体李百芬右手脱臼的恢复，张桂满喉咙声音的复原，还有黄金土身体涂红石灰摔伤骨折的恢复，杨之华脊椎手术，品纯牙齿矫正，李莫恩血小板持稳定，邱美满婆婆、孙妈妈、周雄的身体复原来做祷告，也为今年升学的学青来祷告，萧彤、周兆仪、张家恩、倪玉慈、李安婷，也祝他们金榜题名。以上报告。弟兄姐妹，请起立。3、1，颂。圣灵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